Hello，我係1蚊2，今晚7集。如果你都想體驗開頭搶鋼嘅玩法，可以去左下角高高麻雀，喺家鄉麻雀揾到月桂敏地區就有同款玩法啦。好啦，咁睇翻手牌，碰咗9索就叫2個卡窿啦。一直開啟住手摸手打嘅模式。果斷轉張。有轉機就係有糊食啦，中2個。第2鋪上家都碰咗佢啦，而家黐隻牌叫糊。你又返嚟，唉，堅持一陣先啦。原來堅持都冇結果，好啦，吊詭，拜拜。中4個。第3鋪，好完美嘅一手牌，可以衝個地糊試試。升個級先。喂，佢哋食餅乾，希望佢哋生性啦。原來要餵落嘴先得㗎。中3個，睇連住嘅第4鋪。碰個兒童叫糊啦。怕咩啊？勇敢的人先享受。揀後邊中2個馬。第5鋪，唔想求卡窿2萬啊。
上家都碰啦。唔亂嚟啦，冇叫。而家係入個叫。你看，4萬都摸到。OK， 搞掂，中2個碼。第6鋪。黐個6筒返嚟，叫雞糊同埋叫七小隊都得。閃吧，接波。中4個，最後一鋪啦。精神啊，精神啊！碰個4索拖牌，隨便揀隻啦。閃，對碰自摸。今日係咁先啦，拜拜。